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等了一上午，终于有人握住我的手了。你是？啊，我是马场的策划总监，我叫雷闪闪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新来的美学顾问，我叫 Adele。Nice to meet you。Nice to meet you, Adele。哎，你这摁的到处都是手印儿，这是干嘛呢？行为艺术你懂吗？不是特別了解。行為藝術就是解放天性，釋放人性。因為每個人都是藝術家，如果你太在乎周遭的眼光，你就會忽略自身的藝術氣質。所以我建議，每一個藝術院校都應該開設這門課程。同意，同意。那希望我們能夠合作愉快。我們一定要深度合作。深度合作。哎，你是不是創建了一個城市走婚俱樂部？你怎麼知道？每一個大齡單身女青年都知道這個。第一，要有創意的求婚；第二，隔離式交往；第三，專情測試；第四，要會唱愛戴所有的歌，而且拉丁舞一定要跳得比我好。第五，每個人都會審美疲勞。如果我對他沒有感情的時候，他要允許我有一個情人。我要把所有的感情都寄託在身上，因為我是一個藝術家。如果沒有情感，何為藝術？當然，我是一個有節操的女人，我絕對不會跟他們上床。第六，我有很多閨蜜，可是他們都是 gay， 所以我的老公要允許我單獨跟他們出去旅行，或者是睡在一起，但不許吃醋。Hello。Adele， 親愛的，我今天看到一篇報道，一個行為藝術家把他的睾丸釘在了廣場上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不允許我們同性戀結婚的話，你會不會把你的乳房也掛在城門樓子上啊？我的乳房和城門有什麼關係啊？那睾丸和廣場有什麼關係啊？不要聽他說笑。來，介紹一下啊，這是我的閨蜜 ，I'm Kobe。Kobe， 你好，我叫雷閃閃。你叫雷閃閃啊？我跟你說，閃這個字兒，我從小就叫小閃，Kobe。